你唔讲系我问活咯。唔讲死心下来，早来3天，夫妻可以忙着；迟来3天，忙都忙不着，害我不急急忙忙连夜跳走哟。啊，那老太，这个是给名字开玩笑的。老爷哎，我不想着铁脚就真铁早我嘴里个，我里想出大事情我个。我里出大事情哦，出咁大事情哦。老爷哎，我不晓得啊，小路通哦，得心回来呢，搿锁定风险去节制，想不到高傲自大，莫小路通不起啊！他讲啊，我给个爸爸老家道，我给个小家道，我给爸爸多对名，我给个小对名啊！他搿就气死啊！他不干一句啊，打得好，多门我打了2只。多么我两个打了，哎，咱们两只不吃不这不也打了么个？啊，那不得了啊！出大事情了的，搿只锁定花扫地起黄最乱风啊！这小路通打响马驹，想不到我的阿嫂听搿只不过老鬼个话，不过小路通跑到法上去记载起载。昏君将小路通报到法上记载了。对个。老太，哎，请为干么不去淘宝啊？我看过个。你看过唔高用啊？我对人气啊，他讲功劳不得多少票个。真是。我当我爹来的国话咯，他讲个阿弥陀有你来的打死侬。干嘛？我老太的皇上那个讲话，旁边有人答话。真是个。干你太多个胆子了。哈，我调了听一节目，干你，我才给你啊，是锁定法啊。搿只老酒啊。哎，哈我讲，我客气一声嘛，叫我一声个苏国酒。真是。他给我不客气的，不客气啊！我不叫不跑进来的一声老酒、老白的、老中山、老不死。真是。老爷，干嘛？你气死我嘛！干么气死啊？他给我客气一声嘛，叫我一声个吃奶奶。吃奶奶，千万人都晓得，陈耀金个老爷不是吃奶奶。他不客气啊！不客气就叫滚。不客气啊！他叫我都奶奶，都屁股，都叫我秋八卦。干嘛？结果我老太是秋八卦。哎，这个爱哈喽！我望我老太的牡丹花样样的，都学好模啊！老爷，老太，你气到个？小气！搿只八个老酒，竟该得罪俺那个吃奶奶！真是个。昏君不听侬个话，小龙通本领高强，打退反路，大大有功。好，大王金币都来。啊！大王金币无数事节五都出来过来，我都不相信嘞。老九我都我回来。哎，老爷，要今个啥不办好嘞？搿个大王金币多少事节没出风过啊？啊！今朝子我等2人到金店去。哎，要是昏君听了我的话，烧了小路通，那就当作罢了；要是他不烧，嘿嘿，看我那个闹龙亭